那上机啊，给他当标杆，你去那去那把比，起码一脚做把比，一脚做把比，干是叫那标那把比。那上一几牛几家吧。我远你要是估计家吧。啊？那他就买青牛羊的吧嘞，那上啊，说的他就买青牛羊的吧嘞。这里啊，原来为了苗大片的吧比，咱们的小爷爷几个人，他就人批评的青牛嘛，抓住要咱们阿龙ထွက်地的吧嘞。有人的，你那下个有人家的，爸爸给错来的，爸爸，有路，累就没老嘛，累就。累就把伢们，回年俺桥里，地当出进了。现在的喇叭比现在几大？我怎么了？